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啊！我係灣區嘅房探阿東啊。最近咧好多朋友咧私信我話咧，依家咧究竟可唔可以買樓？即係咧依家見到好多樓價咧跌到佢哋心喐嘅一個情況啦。啊，網上咧都話房地產咧開始咧觸地反彈，開始回暖啦。咁咧佢哋咧又去睇一下樓盤咧，但係又感覺咧樓盤現場咧比較冷清。究竟咧係啲咩原因咧？可唔可以買樓呢？今期視頻呢，我哋就嚟講翻呢個問題。咁呢，為咗去揾到呢個答案呢，我連夜睇咗我哋比較熟悉嘅，譬如話珠海、華發同埋萬科同埋珠海嘅世榮造業啊、深圳嘅國企啊在內嘅5間呢個2025年嘅一個業績報告啊。咁呢，重點去分析翻呢2025年嘅佢哋一個艱難嘅一個情況。咁咧，我必須好老實同你講，我睇完呢5份咧，佢哋一個業績報告咧，2025年每一個房企對佢哋嚟講咧，都係極其艱難嘅一年。而2026年嘅一個市場咧，我哋都要保持一個比較12分謹慎嘅一個態度去審視啊。咁咧，首先我哋先來講翻第一部分啦，即係佢哋2025年嘅一個虧損嘅真相究竟係乜嘢？我哋先嚟睇翻一組佢哋公司業績預告啊。咁咧，萬科咧預計2025年咧虧本800幾億。咁咧一個首開嘅股份咧，佢哋虧咧55到69億。華發咧都可以蝕咧，今年蝕到咧即係25年啊70到90億。連深圳嘅一個國企咧，佢都喺度蝕緊錢嘅。只不過咧，佢哋蝕嘅錢咧，稍微係比較少好多嘅一個狀態。除咗唯一一個珠海世榮造業咧，佢哋嘅投資回報咧，稍微有正向嘅方向之後咧，其他全部都係處於虧損嘅一個狀態嘅。咁咧，我哋首先第一個問題係點解會咁樣？即係根據佢哋一個公告咧，佢哋虧損嘅情況咧係非常之一致嘅。咁展示咗佢哋2025年一個經營嘅一個困境啊！第一咧，佢哋啲房咧賣得貴，但係咧賺得又少，即係佢哋啲毛利咧非常之低。咁咧，公告入邊有提到咧，佢哋依家結成嘅項目咧，好多都係前幾年高價攞地翻嚟一個存貨啊，低價貴。但係咧，依家為咗賣嗰啲房咧，而且咧佢又要降價促銷，而中間咧就係有差價噶嘛。咁呢啲差價嘅範圍咧，就係依家佢哋蝕本嘅一個真相啦。咁咧第二個咧，佢哋上邊要寫住一個咧資產減值、資產縮水咗啊。咁萬科、華發同埋呢個首開咧，佢哋都提到咧既提資產減值準備，即係意味住咩嘢咧？佢哋手上太多樓咧、地咧喺財務上邊展示出嚟咧，就唔值之前咁多錢啦，要應需應賠。咁咧第三個就係咧利息嘅壓力咧非常之大，特別係華發股份提到咧，佢哋利息嘅一個資本化減少啊，費用增加。簡單嚟講，即係借嘅錢咧太多啦，利息咧還唔上啦，直接變成咧成本食咗佢哋之前盈利嗰部分嘅一個利潤啊。咁呢個就係佢哋2025年一個蝕本嘅一個真相之一啦，我哋可以咁樣講啦。咁我哋依家講完第一部分咧，依家嚟講翻第二部分，即係咧2026年嘅一個市場走勢究竟係點樣嘅？咁咧我哋睇翻萬科同埋華發嘅一個公告咧，佢哋咧喺公告上邊咧都提示咗，強調緊即係咧今年現金流嘅一個安全同埋降本增效，即係咧降低成本同埋增加佢哋一個效率啊！咁意味住咧2026年呢啲房企嘅首要任務咧唔係賺錢，而係生存落去。所以咧為咗還債同埋回籠資金咧，市面上咧今年咧一定會出現好多即係咧以價換量，即係咧降價促銷嘅一個層面。開年咧我哋會見到珠海、中山咧，甚至有好多樓盤啊，即係賣咗幾年嘅，突然之間咧降一波價，為咗促銷回籠資金。所以咧我
大膽預計咧，今年咧呢種主旋律啊，即係降價促銷嘅一個呢種策略咧，會延續1年嘅一個狀態嘅，所以咧我哋可以持續去關注嘅。咁咧我哋第二個就嚟講翻佢哋一個產品，即係咧華發喺公告入邊強調咗，依家咧新科技加埋呢個好房子一個策略，即係咧喺一個2025年國家咧出咗呢個新規住宅一個標準之後咧，華發就趁勢咧去推出新一代住宅、4代住宅、新規住宅。依家所有新佈建嘅一個樓盤咧，全部都按照新規住宅咁樣大幅咁去增加咗佢哋嘅一個實用率同埋呢個層高同埋佢哋採光面啊，去打住新規住宅一個旗號咧嚟促銷嚟賣房，同大家打一個產品嘅一個差異化咁樣咧提高佢哋一個品質，為咗就係將個房咧更加咁樣賣出去，將新規住宅同傳統住宅嘅一個間界線分開佢咁咧我哋會睇到咧第三咧就係我哋會睇到佢哋嘅一個分化咧會越嚟越嚴重嘅。點解咁樣講咧？即係我哋會睇翻四融就業咧，佢哋呢啲區域性嘅一個公司咧，因為咧有領域嘅一個或者額外嘅一個收益，反而咧先會盈利。而萬科首開呢啲巨無霸同埋華發呢啲因為體量大、包袱重，調整起身更加痛苦。未來嘅市場咧，國企財務健康嘅問題咧，先可以活落去。依家咧好多中小房企會徹底咁退出咧呢個歷史嘅一個舞台咁咧我哋再嚟講翻呢個第三部分，即係咧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哋喺2026年咧就應該點樣去做咧呢個咧我只不過俾一個建議你哋好多房企咧會喺2026年呢邊咧會以價換量同咧為咗回籠資金，佢哋呢個係必不可言嘅一個動作，所以咧唔係好急嘅一個廣告街坊咧，依家咧可以暫時咧喺度觀望唔好急住話佢抄底或者咩情況。咁咧呢個促銷咧我預計會仲延續成年嘅一個狀態嘅，所以咧你哋可以等到啱自己嘅一個價格，或者咧同埋而家呢個租金同埋月供嘅差唔多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就或者可以出手去買啦咁咧第二個咧就係咧依家都仲有好多期房同埋現樓呢兩組樓花，即係咧依家樓花敢唔敢買咧？我都唔敢講。好多咧嗰啲房企嗰啲依家咧嗰啲資金咧全部係受到政府一個監管嘅。政府監管咧個樓起到邊部分咧，咁房企去打申請攞到咁多出嚟嘅就去起樓。即係咧依家政府嘅政策咧可以保證你收到樓，但係咧未必可以保證到你收嘅樓嘅質量咧會同你當初睇嘅係一樣嘅。好多之前嗰個廣告街坊咧同我反映就係咧收到樓同埋睇嘅一個質量咧係唔同嘅，所以咧好多人喺度投訴話貨不對版。咁咧所以咧我哋盡量喺2026年咧可以盡量去選擇啲現樓嘅一個小區嘅樓盤，但係咧依家新規住宅嗰一批咧最快咧都係2027年年底或先收樓嘅，所以咧呢個就睇翻大家嘅一個選擇，或者中意新規住宅更加智能化嘅小區咧我哋不妨咧可以挑選嗰啲國企、央企有實力嘅一個民企咧去進行購買嘅咁咧我哋再講翻就係咧李嘉誠講過，核心地段嘅房咧始終都係硬通貨嚟嘅北上廣深核心地段嗰啲地段嘅一個樓價咧，其實依然都比較堅挺嘅，哪怕就是降咗之後都冇降得咁多，所以咧我哋買嗰陣咧都依然咧要揀翻佢哋一個核心地段、核心城市嘅一個核心項目，咁係最好嘅咁
咁咧我哋或者可以揀埋核心地段周圍嗰啲咧性價比稍微高翻少少嘅嗰啲房咧，其實咧都係 OK 嘅，呢個冇咩問題啦嚇。嗱咁咧呢條視頻嘅最尾咧，我哋再嚟總結下啦。2025年咧，始終都係嗰啲房企咧一個排雷嘅一個年代嚟嘅。咁咧2026年咧，始終都仲係喺度咧篤爆呢個泡沫嘅時候，我哋即係購買人啊呢個時候咧買嗰陣咧，咁我哋要睇得更加清楚，揾一個信得過嘅房企同埋中介推薦你買嘅樓咧，我哋即係咁樣講咧，先至會避免去踩坑。我哋購買樓嗰陣咧，100幾十萬或者200-300萬咁大嘅一個金額咧，即係始終要打起咧12分嘅一個謹慎嘅咁咧，如果你覺得呢期內容嘅話咧，對你哋稍微有幫助嘅咧，歡迎咧轉發俾屋企嘅啲親戚朋友咧或者大家點個 like 咧支持一下嘅歡迎大家收睇我哋下一期再見。